凡是皇上看上的女子都会点赞收藏，然而15岁的女孩却取消了皇上关注。想做朕的女人吗？可惜皇上已经有自己的妻子，不能满足臣女的愿望。原来皇上有个特殊嗜好，谁长得像先皇后，就一定想办法追到手，所以人送外号纯元四郎。这天，皇上本想带着甄嬛到承德避暑，然而他的三妹却让皇上眼前一亮，这分明就是纯元皇后在世的样子。老爷来了，这么巧。谢皇上。而皇上不仅没有尴尬，还色眯眯地夸赞玉娆长相甜美。而甄嬛深知皇上有这个臭毛病，便委婉地表示三妹是个暴力狂，就怕将来的妹夫吃尽苦头。甄嬛这番话瞬间让皇上菊花一紧，若不及时动手，岂不便宜了隔壁王敖武？等他们回到房间后，皇上就说玉娆的名字美中不足，女子温婉柔和，朕赐你一名，叫玉婉，好不好？好你个渣男，感情是把我们姐妹两人都当成了先皇后的手办。为了切断皇上念想，甄嬛就以姐妹不能都是妾室为由婉拒了皇上。她希望三妹能以正妻的身份嫁给心爱之人。甄嬛的借口让皇上顿时语塞。随后，玉娆拿出一块玉佩让大姐细看，而甄嬛一看就知道是先皇后的遗物。显然皇上这是变相的在先下手为强，要怪就怪咱们姐妹，像极了皇上的白月光。真玉娆就是真玉娆，只可独一无二，不能为人替身，这才像我们甄家的女儿。甄嬛知道三妹喜欢圣贝勒爷，接着她想到一个让皇上死心的办法。第二天，甄嬛故意引老四到花园散步，于是大胖菊就看到眼前心碎的一幕。你是故意叫朕看见的吗？无需故意，这样的事天天都会有。情深至此，四郎与嬛嬛都是过来人，何不成全了他们？宜贵妃，你那么聪明，应该看得出朕对玉娆的心意。皇上比臣妾聪明100倍，怎会不知襄王有意神女无吗？朕自有办法。即便皇上有办法，也得问问玉娆的意思。皇上没想到甄嬛会来这一套，气得他当场甩袖而去。但是谁又能甘心失去心爱之人？何况还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皇上。次日，皇上刚下班，就找到玉娆画大饼，只要你答应，任何条件都可以商量，甚至都可以将皇后卖到非洲当奴隶。尽管皇上像榜一大哥般疯狂刷礼物，可玉娆却始终坚持底线。每当她看大姐在后宫的遭遇时，她总感到这里充满着勾心斗角，而她又是个没有社会经验的傻女孩，如果来到皇宫，肯定活不到第2集。于是她干脆告诉皇上，早已有了心上人。臣女与喜两情相悦，臣女不敢请求皇上让臣女做允喜的正妻，即便做他的侍妾也无妨，以求皇上能让臣女与喜在一起。虽然皇上有情，但玉娆流水无益。而头一次被女人拒绝的皇上，忽然感觉没了以往的绝对自信。曾经自己还是女人眼中的香饽饽，可到玉娆这里，却成了食之无味的鸡肋。深深的挫败感让皇上猛然惊醒。若不是九五至尊，想必李寡妇都嫌自己。想到此处，皇上豁然开朗，便让苏培盛以郡主的资格置办嫁妆。而甄嬛3姐妹分别嫁给皇室3兄弟，可谓是整个家族荣宠至极。反观此刻的玲珑却无比凄凉。当然，这一切都是她自己咎由自取。我只是担心夜深风露重，万一冻坏了妹妹，要不然从哪里跑出一只老鼠咬了妹妹，得了癔症可怎么好？